风台登陆到高雄的时阵，隔壁县市屏东是出现到12级的强阵风。屏东内部有一栋社区大楼的基地台，竟然为8楼悬跌落来楼骹，甲阳台的玻璃甲热护病公害，居民是着青惊。这个基地台毁掉，当地庄仔头3500多人，通讯品质恐惊会受到影响。 轰一个一声真大声，社区大楼的内顶有物件落落来，竟然是一座基地台，大家拢惊到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什么，我们的那个什么机，那个上面的那个，哦，死定了，完蛋了。基地台伫内顶倒瘫痪，窗仔门倾嘛落伫边，住户赶紧协助清理，发现讲4楼徛个阳台嘛被卡到。很大声，很深是掉下来那边就是。窗仔门破去，窗门倾拢变形，雨伞是嘛卡甲害了了。 我当下在厨房，我就听到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，然后我当然不肯往外，然后就整个就掉下来啦。3道风台登陆了后，伫高屏地区强风，屏东嘛出现12级的强阵风，伫内部乡的德美路一栋小区大楼顶的基地台，为8楼落来到涂骹，卡歹几啊间住户的雨伞是电线拢扯断了了。 依照了解，有3间电信公司的信号是为这个基地台发射的，边仔民众的通讯恐惊会受到影响。代志发生地点的内田村，差不多有1436户，3579个人，住户的通讯品质可能会去影响到基地台吹甲倒去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即马就等基地台赶紧修理，让大家通讯品质恢复正常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